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5日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过来伫今仔日本土病例来到89000外例，另外有76个人死亡，创下一日死亡上济数字。另外也有一个囡仔确诊了后变脑炎。儿童 BNT 疫苗今仔开始做，真侪家长登记袂到去噗噗，但市长呼吁民众讲，这囡仔是伊伫咧学校来做，数量一定有够。美国德州有一个18岁嫌犯创立国小乱开枪击战事件，造成21个人死亡。拜登也呼吁民众要爱支持枪击管制。讲到国内今仔日的本土病例，阁来超过着89000外例啊，而且有76个人死亡，创下高一日上侪人死亡数字。有一个重症个案是一个伫咧婚龄6岁查甫囡仔，确诊了后，阁再引起脑炎。另外，指挥官陈时中分析讲，目前这致死率大约是8%到9%，显示疫情有关各地的高原期。也因为咱全国的 PCR 采检出阳性几率已经有8-9成，宣布对5月26，也就是明仔载开始，若准是快筛阳性经过医生认定，就会当当作是确诊咯。国内25个新增加89352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上济，有21000外例；国内是桃园1万外例，高雄9792例，中正头增加122例，东靖增加69例，死亡个案有76例，其中73例有慢性病，31例无注疫苗，3例无慢性病，有30外岁少年个案。30多岁的男性本身有癌症的病史，没有接种过 COVID-19 的疫苗，那这次是染疫之后有罹患肺炎跟呼吸衰竭以及本身癌症恶化的一个关系而过世。本土个案欠管，阁新增加一个儿童重症，是一个住伫婚龄6岁的查甫囡仔。个案因为发烧就医，出现一吐，也甲慢的镜头，转送去急诊的时阵烧到42度，快筛确诊，并发脑炎甲肺炎，目前持续伫治疗。诊断是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并发脑炎跟肺炎，那目前在加护病房使用类固醇、瑞德西韦、免疫球蛋白、免疫调节剂，还有一些降脑压的药物等等在治疗。指挥中心表示，考虑全台湾已经进入大规模流行阶段，为了保全 PCR 采检量能，也甲赶紧予高风险感染者抗病毒的药物。2日开始，快筛阳性经过医术人员确认，就判定是阳性病例，全面适用。指挥中心评估，目前疫情也搁伫高峰，也未缓和落来。今天的这样的死亡数，其实是否对应到5月18、19开始的这个8万多到9万的一个确诊数？所以相对占量大概是8%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个情况？我想还要值得再观察。为了鼓励长辈注疫苗，指挥中心高价卫教片奖励。6月底前，长辈不管是注第1期、第2期还是第3期疫苗，除了原本500块卫教片，也可会当得到2份快筛试剂。目前中央已经把快筛分配到地方卫生局，希望搁冲关长辈的疫苗注射率。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送到各县市的自动 BNT 疫苗今日开始做啊，不过伫台南、高雄拢有民众登记无到，伫咧埋怨。指挥中心表示，囡仔注疫苗是以伫咧校园内面家因注为主，这数量一定有够，而且会搁再配送28万筒出去。另外31天会有33万筒自动 BNT 疫苗送到台湾。国内儿童 BNT 疫苗拜3、25开始做，台南市原本是安排入去学校做，不过大部分国小拢暂停实体上课，家长前一暝临时接到通知要替囡仔医药，不过名额早就无啊。台南市卫生局解说讲，原本入去学校做的时间只是延后尔。知道的开始去预约，一直到晚上，没有一个名额是可以在我居住的区域让我的小朋友施打的。其实当下我是很崩溃。我觉得有预料到会那么多，因为其实昨天公告的时候就已经都炸掉了，全部都排不上，有挂号挂不上啊。高雄前一暝8点开放网络医药，北京病院5岁儿童 BNT 疫苗黄金名额一下都无啊。头一天301间合用院所，透早人排真长。若是新北市头一批上大宗5.7万份，有家长不满分配无平均，14甲中和拢干一间院所会使住。在合约院所，的配的量比较少。所以造成大家在预约的时候很快就满了，或者排队很辛苦。不过讲就是说量是够的。指挥中心讲，儿童疫苗量有够，主要是伫学校做为主，合用院所排第2。目前已经配送40万份到各县市，而7礼拜5会阁办28万份，也预留10万份观察各地注射情形。另外，还阁有33万份儿童BNT疫苗，30岁会到位。
我们目前有收到莫德纳6岁以下的一个资料哈，那当然这个食药署这边也还在审查哈。指挥中心也证实，收到莫德纳6岁以下疫苗注射申请资料，6个月至6岁，使用分量是全分量的1/4。不过要开放注射，至少都要等到7月了后。针对目前全台湾累计15例儿童重症，其中有7例脑炎、4例血炎。指挥中心呼吁家长注意囡仔是不是有体温比41度较悬、慢慢也甲一直吐等8大儿童脑炎重症发作的前兆。体温有大于41度哈，那也有这个抽搐跟持续呕吐的一些症状，所以这都符合我们这个脑炎重症的前驱症状。指挥中心完后定出儿童临床指引，包括抽血检验项目，注意头部影像，同时扩大开设儿童专责病房到887床，专责 ICU 完后108至165床，提升照顾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进前有调整，甲专责病房医护人员甲病人的比例对1:5放练到1:9，甚至有一寡地区的病院是放练到1:15，引起基层反弹。今日下晡，指挥官陈时中去到护理师工会座谈，工会是呼吁中央就要看重这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送点心，予辛苦的医护人员。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25到马沙机场防疫金门诊慰问第一线医护同仁。随着全民快太阳的确诊，新制特别上路，来做 PCR 民众甲拄啊营运的时阵比少真济。这个礼拜天的时候还有服务1100人次，但是到礼拜1、礼拜2就慢慢的减少，一整天下来的量能大概都控制在700人上下。第一线医护伫这波新冠疫情扮演重要角色，也毋过指挥中心定期调整专责病房防病比，为原来1:5放宽到1:9，甚至地区病院是1:15。基层的规划会议伫烧，指挥官陈时中25邀请护理师工会座谈沟通。因为现在的确诊病人都是重症度才住在医院里面，除了照顾他的专业照顾以外，还有一些生活照顾、翻身、拍背、喂食，通通都是我们护理人员要做。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要照顾5个，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了。一直修调护病比1:5底线，护理师工会强调，每一位护理人员照顾5名病人已经是极限，不少护理师也想要离职，希望陈时中重视护理人力不足的问题。近来好像有一些相关的意见，那我想我秉持的最大的诚意，那听取大家的意见，那能够共谋解决之道，那最好。当前医疗容量真吃力，护理人员面临困境，但是中表示，无论长中短期，拢会互护理界上大的关心。也毋过今次会听入第一线护理师的声声，做出调整，外界也特别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台北市的这疫情高峰应该过啊，只是讲高原期要维持偌久。那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大约是4礼拜。若新北市疫情还佫有2个变数要判断，就是假一时啊台强念少，还佫有一个快筛阳性准则确诊，这2天是观察点。我们大概防过了，但是这高原期要维持多久，现在不晓得。郭文哲认为，就算有乌数，台北市的高峰也已经过去，也毋过高原期会维持偌久也毋知影。若为其他国家经验来看，大约是4礼拜。也毋过也强调，台北市目前每天确诊数拢伫100人左右，医疗容量一定有够。反过来看，新北市虽然7天平均数当咧豆豆落来，也毋过礼拜2效应甲快太阳等于是确诊政策上路，有关是疫情变数。本来我们就有周日的效应，所以这2天刚刚好是一个观察点。那今天我们又看到它从15000又回升到21000，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大幅的回升，所以我们需要再做一个判断，再增长个1-2天，可能可以趋势更明显。罗浩仁表示，疫情暂时慢慢降，也爱阁观察2天。针对中央宣布26起全面实施快筛阳性看作确诊，新北也会增加晚期门诊实施防疫急门诊转型来应用。北市是用轻重分流，车内所将无提供抗病毒药物。我们这个防疫急门诊要轻重分流，车来数是给年轻人用的，65岁以下比较简单的在这里大部分处理掉，比较复杂的你就去那个医院的防疫急门诊。另外，黄珊珊也进一步表示，巴沙机场未来无阁做 PCR， 这个所在将转型做看诊和药站，停落来看完诊，阁开车转去。
北树区甲中正纪念堂两个车内所体检站，敢是也会转型？是爱看动线，这两天都会讨论后礼拜以后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一直有学生确诊，也有人伫咧话讲，这休热敢会当来提早咧？教育部今日表示，目前无提早休热的规划，甚至有校长认为讲会当线顶上课到学期尾。另外，教育部也当咧伫调整授课时程标准，互各中高中比照各校幼稚园一个班内面，若准有一个人确诊，全班停课3天。等候指挥中心核定了后，就当公布啊。困到精神，家己动手煮皮啊！大家国小附设幼稚园的囡仔准备食点心，算算的，敢若4个细汉囡仔，因的爸母因为无法度请假伫厝照顾。临时停课太突然了，有些家长可能工作上他是双薪家庭，可能他没有办法请假。喜欢来学校？喜欢。你刚刚睡觉也戴口罩，对不对？对。那你不会不舒服哦？不会。细汉囡仔家长有需求，大家好友采用蓝班上课，集中老师甲人力轮流照顾。若是小校这礼拜停课，全部伫厝的线顶学习。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台北市高中以下学校后礼拜要复课，也是提早休热，上班拜四的宣布。毋过教育部是讲，并无提早休热的规划。依据各级学校学生学期假期办法规定，暑假以60日为限，如采平行挪移学习时间，提前放暑假，对毕业生还有新生入学的学生的权利影响非常的大，因此教育部没有规划提早放暑假的做法。有小学校长也认为课程无等人，若做提早休热，安尼无课这几天是要安怎？相信家庭要甲囡仔送去倒？若做疫情无法度缓和，不如线顶上课到期末。比如说5年级的课程，他不可能为了这一个4年级的下学期的这一个月，他又再补上，不可能，他就是开始就是5年级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会有一个空白的地方。新北市也是授权予每一个学校家己决定，以共和高中做例，目前偏向后礼拜继续线顶学习，5日制零到了后，再看疫情来决定。离期末敢若剩1个月，真侪校长是讲，阮距离上课到学期结束，这是有可能的。按过期末考也是毕业典礼，也是予学生囡仔倒来学校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公司花期地引起关注，进前5月节一劳动节连假，即代替员工唔加班，即部火车通好坐。经过交通部顶礼拜甲工会协商了后，工会今仔日宣布讲，即5日节取消唔加班活动，铁路运输会当正常运作。员工存留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谈论到就是它的薪资结构跟它的该要有的福利事项里面是维持的，院长都同意。同意的情况下，当然我们今天在会中里面有跟我们的常务、跟我们的地区理事长，还有以及火联会的所有的干部里面来讲的话，有做这些声明，这个要整个市的一个大局的一个着想啦。既然行政院善意的回应里面情况下，我们不能持续的一个被人家误以为是无厘头的一个抗争，然后会让社会大众会觉得说我们台铁的会员非常无理我们是出这种综合的考量。针对着代替工会伫5日节要来正常上班，交通部长王国材除了表示感谢以外，也期待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强调劳资双方会当理性讨论代替公司未来会当创造新的目标。伫咧顶个月，才拄伫咧新兴奖界国民运动会摕到7名金牌拍运选手陈良达，昨暗骑着奥多麦，经过着高雄鸟青公园路的时阵，可能是因为落雨天出跋倒，后壁这公车是背负大洞，所以来甲交过去，不幸发生。学校表示讲会替陈良达做一张毕业证书，也甲这个本地要予伊的奖金呢，交予伊的家属。年仅18岁的游泳选手陈亮达，去年9月，穿西装的拍运国手陈良达，得到总统蔡英文接见，伊游泳项目表现真好，被叫做水中高粱，也是2021年东京拍运代表团中上少年的选手。煞伫日式暗，骑车经过高雄鸟青区公园路口，疑似落雨路骨，洗弯的时阵连人惨车，出去对向车道，后背负大洞的公车弄到上意不敌。刚好一个转弯，要快到中线了，然后一路滑过来。他就差不多离我差不多有20公尺了。那时候你紧急刹车？我就刹车了啊。
下昼家属前往司法地点招魂，自细汉带大陈良达的阿嬷，相信甲话拢讲袂出来，无法度相信讲要比赛摕奖金，替家己换后倒摆的孙，别个倒转来啊！陈良达一出事无卡倒，正抢3载连着。3岁时阵，家境烦恼伊大腿萎缩，会学游泳，也互陈良达找到兴趣。19岁年纪一直摕奖，去年头一摆参加帕运摕第8名的成绩。今年度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摕到7面金牌，破大会甲全国纪录。4个小时团内，自细汉看陈良达大汉的厝边，艰苦甲目眶红。学校也真不甘，因为陈良达会当讲，逐工拢到游泳池训练，所谓拍拼老师。教练拢看伫眼内，都艰苦，妈妈做东西。上个月他得到7面金牌之后，校长其实有启动学校的一些奖励金，那我们预计是要在这个月颁发给他。那因为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技术落雨落骨，夺走陈良达少年的性命。因为最近大气层较无稳定，气象局搁较对北北基、甲嘉义以南等15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较会有低站强降雨，民众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当咧严重，也有医生观测到急诊出现一寡老大人确诊了后的非典型症状，亲像是跋倒、一吐走北、认知功能出问题，拢是检验了后才发现讲，这老大人已经确诊啊。也提醒民众，若准厝内面的时段出现这款的情形，就要特别注意。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有医师分享临床的经验，观察到4项侪会人非典型新冠肺炎的症状。包括38度以下发烧，还佫有吐甲流，另外还佫有出现认知障碍，话沙咧黑白讲，嘛有袂少民众是因为跋倒去互医生看，检查了后才发现讲已经感染新冠肺炎。是跌倒髋关节骨折，好，那送来是外科，要开刀的时候才发现，说事实上他是 COVID， 那其实 COVID 才是导致他跌倒的原因，因为 COVID 在这些老人呢，他们的肌肉比较没有力量，所以它产生倦怠。产生无力，一走路跌倒就会容易产生髋关节，所以整理起来就是微温、吐泻、谵妄以及跌倒。医师提醒，侪会人若出现这现象，一定要赶紧互医生看，若发现确诊，才会当伫第一时间开药啊，互伊。也若国内疫情伫民众自发性减少出门的情形之下，确诊人数无亚国家遐尔凶啊。不过感染科的医师分析，疫情并无缓和，接下5日内可能会有一波南北搬徙的人阵，疫情可能会搁反复。不过，为着的人数，若要达到群体免疫的状态是真好。国外的经验呢，通常一波传下去呢，能够传到3到5成，就差不多就是到顶了。要超过5成是不容易的，所以那群体免疫需要7、8成，所以是不是能达到群体免疫，这个还有待观察。过程之中，可能我们双北地区的这个病例数是减少的，但是有可能中南部的这个病例数在往上，所以一加一减之间，就让整个台湾全国的这个确诊病例数会维持在这个高原期一段时间。医师提醒，即马确诊人数增加，无做 PCR 采检，甲无通报的病例数愈来愈多。目前公布的确诊人数已经无法度直接反映去画到的比例。这波疫情的大流行，对侪岁人甲慢性病的族群，也有无做过疫苗的人威胁是上大。从今年到今，累计当前死亡的个案有701个人，其中年岁伫70岁以上的有614个人，都占8%。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高中以下学校真侪拢改做是线顶教学，也因为这清风与照顾假目前是无薪水的，有真侪家长拢伫咧丢度讲，甘要请假来陪囡仔咧。就各类民间团体作为呼吁政府，应该爱拨一寡预算来补贴一寡清风与照顾假的家长。全台湾真侪高中以下学校即礼拜拢停课，一寡较欠资源的家庭压力真大。妇女新知基金会二姑甲几内照顾工会做伙开线顶记者会，呼吁政府正视各种照顾体系强要放弃的问题。我到底要不要把他留到托育设施，留在长照机构？那会不会提高他的染疫风险？那其实这2个族群都是，这个死亡率是比较高的。那对很多的人来说，我是要选择我的家人的生命还是收入？那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妇女新知表示，政府以经济为主，无强制去接停班，但是家长所夹伫中间，两边为难，尤其是一寡较弱势家庭，亲像单亲家庭妇女，就惊囡仔去学校若话着，家己嘛袂当食头路，生活是要安怎过？因希望政府通用纾困预算做防疫照顾假的津贴。那疫情起伏的影响，
单亲家长们感到焦虑之处，是因为他们必须要独自照顾孩子和赚取收入，那加上缺乏了这个支持的系统，根本就不知道后援在哪里。妇女薪资建议，政府会当以前一档劳工就业保险的平均投保薪资做防疫照顾假的津贴标准。劳动部是表示，因为即摆防疫照顾假责任无法度归责予雇主，所以无强制付薪水。未来会搁再讨论各界意见。记者陈嘉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行政院宣布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甲这租金补贴的对象对12万户增加到50万户。不过，这民间团体表示讲，厝卡若准去申请这补贴，颠倒会互厝头家有收厝税钱的这件代志来见光，颠倒会害因厝税钱去放弃。政府应该要有整体规划，才当互这的补助袂变做是看有食无。房价物价大起，行政院提出300亿租金补贴，不过敢真正会当解决百万的税厝的人因的困境咧。立委甲民间团体以及税厝的人召开记者会，希望中央会当整顿税厝乌市，因为上新的租金指数今年4月份已经来到105.7，创下41年来新高。不过台湾100万的租厝的人，却敢3%申报租金抵税。签约的时候，房东一定会先跟你讲好2个条件：不准报税，不准入户籍。最近这几年公投和选举其实非常的频繁，那我们要回去投票，其实就是一笔开销。在今年的时候开始有领这个租金补助，就其实也不太敢去用它，因为会觉得说，可能后来会延伸的一些租金所得税之类、租赁所得税之类的都要去缴这样子。税厝的人真无奈表示，总共申请税厝的补贴嘛唔敢使用。崔妈妈基金会表示，大部分这个厝卡唔敢申请税厝补贴，都是因为惊厝主会起租金，甚至无爱租因，唔再配合厝主唔敢申报，却陷入恶性循环。都市改革组织是批评300亿租补财务计划只是一届性的政策，无延续性。政府应该注重租厝交易透明，才会当真正改善租厝的市场。5月14号已经书面核定所以它是一个4年计划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本身并不如外界所今天所讲的是短期政策买票它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政策。你领租金补贴不用经过房东同意，可是房东不要租你、赶你走、涨你房租，他也不用经过你跟政府的同意，这才是真正的现实。这件事情的根结就是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就是你的租屋黑市没有解决。立委也呼吁中央爱承担责任，温存税厝的人主动迁户籍去区公所，有投票托育学区才的市民权。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在美国德州的校园发生一桩枪杀案，是一名18岁少年人，伊走入去一间国小内面乱开枪。这桩事件造成21个人死亡。落尾嫌犯甲警方伫咧交锋对垒的时阵，去互警方开枪弹死。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着爱降半旗表示哀悼，也强调18岁有枪就是唔对的，好民众着爱来做伙支持枪击爱管制。想袂到家己的心肝宝贝会疯用枪弹死，不少家长伫咧罗布小学外口咧哭。警方讲嫌犯是一个18岁查甫人，号做拉莫斯，伊一个人行动。伫犯案进前赛车去学校了后，车放咧就行入去。几啊间媒体甲官员拢表示，这个嫌犯伫咧撞入去学校内底开枪进前，有先开枪弹因阿嬷。The intruder is deceased, and we are not actively looking for another individual or any other suspects in this case. 罗布小学伫咧圣安东尼奥西边，差不多137公里的城镇乌瓦德。2时早起11点32分，嫌犯炸2支枪，一支长，一支短，还佫有真侪枪支，直接撞入去学校。枪击案发生的时阵，一个伫咧附近巡逻的警察冒去学校内底，直接把这个嫌犯弹死。美国总统拜登才打结束亚洲的行程，回国了后，随伫咧白宫发表全国演说，而且下令降半旗致哀。I'd hoped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I would not have to do this. Again, another massacre, Uvalde, Texas, an elementary school. Beautiful, innocent, second, third, fourth graders. And how many scores of little children who witness what happened, see their friends die, as if they're on a battlefield, for God's sake. 这个嫌犯犯案的动机也会调查。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伫 Twitter 甲 Instagram，那亲像是有出现这个嫌犯家己翕的相片，也佫有步枪甲武器的相片。
有一个甲即个嫌犯无熟识的查某网友，伫 Instagram 抛出伊甲拉莫斯对话的图。日时透早5点外，拉莫斯捌发信息甲伊讲，我当准备买，后壁都无写，而且伫咧步枪的相片顶悬挑起即个查某网友的名，互伊是感觉真惊吓。结果伫咧11点外就发生即个枪击案，这是美国今年第27件，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地势率上界悬的校园枪击案。反对枪的管制法规模真大的团体全国步枪协会，伫咧27拜5会伫德州举行年度的会议，拜登嘛呼吁是应该爱有所行动啊。As a nation, we have to ask, when in God's name are we going to stand up to the gun lobby? When in God's name we do what we all know in our gut needs to be done? The idea that an 18-year-old kid can walk into a gun store and buy 2 assault weapons is just wrong. What in God's name do you need an assault weapon for except to kill someone? 美国国会下底监督机构政府文职署2020年的一份报告内底发现讲，差不多有2/3的校园枪击案，拢发生伫咧高中的校园内底。也若国校的枪击案是无遐尔济。另外，联邦调查局23的一份报告指出，从2020年爆发疫情以来，野枪乌白杀人的案件是增加了真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巴西体育是搁再发生掠夺犯的枪战，警方伫咧拜二准备要掠夺犯的时阵，双方所发生枪战，造成21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位负责人无细力去互喷来枪支弹死。也因为这款情形一发生，就专家呼吁政府应该爱对金钱来源下手，阻止暴力行为。伫枪战中受伤的民众，向紧急送往病院急诊室，其中有个已经死亡。激动的家属伫病院外口伤心流目屎，也有人气甲骂警方太人。巴西警方拜二透早4点左右，对里约北部的贫民窟展开突袭，因掌握巴西上大犯罪集团的毒枭领袖，就米伫当地准备耍起白旗，决定出动直升机攻击双方伫现场爆发激烈枪战，造成21人死亡，包括一名不幸互流弹弹中的妇女。因过警方最后无掠到人，干那查获歹徒留落来17支枪甲30台汽机车，敢是过度使用武器，再度引起强烈质疑。Já é a segunda chacina no Complexo da Penha durante o governo Cláudio Castro. Isso sem falar no Jacarezinho, no Salgueiro de São Gonçalo e em outras favelas. É realmente uma situação estarrecedora. 警方是变讲犯罪集团火力强大，早就设陷阱，因是必须采取必要行动。O número de munições que foram disparadas pelos criminosos foi excessivo, então não restou outra alternativa às equipes do Batalhão de Operações Especiais e da PRF de fazer frente à questão da força imposta por aqueles criminosos. 事实上，去年5月，里约贫民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造成28人死亡。为了预防滥杀无辜，里约警方原本这个月就要配挂随身摄影机执行任务，不过相关规定因为有代志延后，安全专家认为，警方配挂随身摄影机应该甲警政改革同齐进行。另外，人权团体也建议，若讲互一步一步的乱象一直发生，不如采取切断乌帮金流的做法，还互人民安全的居住空间。广西新闻张慧斌编译。美国总统拜登才拄结束亚洲的访问行程，伊前脚拄走北韩着随试射飞弹，伫台湾时间今透早5点的时阵，北韩试射3粒飞弹出来，射向日本海。另外，昨俄罗斯加中国的轰炸机嘛出现伫日本海甲东海空域，挖进日本甲韩国的防空识别区，这两个国家遂派出战机来监控。罗西亚的 Tu-95轰炸机甲 Su-30战机小连续升空，按正常的计划执行战略巡航甲护航的任务。罗西亚发布消息指出，巡航的路线涵盖日本海甲东海，中国的风力轻型轰炸机嘛有共同参与巡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这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开战以来，罗西亚甲中国两国头一届联合做战略的巡航任务。罗西亚这边强调讲，这届巡航甲第三国无关系。美国嘛表示，这有可能是早就已经计划好的演习。不过，伫拜登结束访问亚洲进程来做操演，等一下佫讲可能会军事介入台海。这届联合巡航的时间点是变甲真敏感。另外，北韩嘛输人毋输阵，伫25透早发射3粒飞弹。根据韩国军方的消息指出，台湾时间早起5点，还佫有5点37分，
北韩为平壤瓦沟区的顺安里，为日本海发射2粒弹道飞弹。5点42分，佫有第3粒飞弹升空。日本防卫省认为讲，为飞行的路线来看，有可能是顺翼飞弹。弾道ミサイルを立て続けに発射をし、各ミサイル活動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る北朝鮮についても議論をし、北朝鮮の完全な非核化に向けた。这是北韩今年以来第16届发射飞弹行动。韩国总统尹锡悦伫台湾时间6点35分召开就任以来头一届的国家安全会议。韩国伫会后除了发声明谴责北韩，嘛强调讲要甲美国密切合作，以持东北亚局势稳定。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印度甲巴基斯坦伫今年3、4月啊，就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一寡所在因的气温甚至打破有史以来纪录。气候专家伫23发表一份报告，有讲到这气候变迁地区这类的极端高温，伫南亚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30倍，对英国3000年一届，缩短到变做是100年一届。印度今年出现1901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上悬的3月，各地一直传出有40度以上的高温。新德里总统府前下点街路受到强烈氧气，欠水欠电，让民众真艰苦。लाइट नहीं होती घर पे, पानी 1-2 दिन में आता जी, इसके कारण घर में सब्जी वब्जी सब खराब होती है।研究全球暖化对极端天气影响的专家23发表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平均的温度比工业革命前悬出1.2度，这种人为造成的变迁，使得极端烧风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过去平均3000年发生一届，伫南亚地区的周期缩短到100年，等于是增加30倍。立足地球平均的温度升悬到比工业化进程悬2度，像这种的烧风，伫南亚可能1世纪就发生2届，甚至每5年就会发生1届。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s overwhelming in concluding that this kind of ev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deed this is a sign of things to come. 气候暖化的冲击影响真大，巴基斯坦冰川破去，造成水位严重大水。高温原来让印度的小麦欠收，必须国家禁止出口。所以无法导致俄乌战争所造成的世界粮食欠缺得到利润，各地区电力的需求提早变暗，都要用土炭来供应。几百万人严重欠电，更加重要是夺走人命。印巴2国至少有90人因为烧风相关的因素死亡，实际数字可能更加悬。印度有1/3的人住伫较发生高温的所在，散赤人、弱势、老人甲囡仔因的影响上大。专家是讲，世界唔但需要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需要赶紧应用暖化的危害。印度西部城市雅美达巴德，早伫2013年就成为南亚头一个为840万人所设计消防计划城市。计划包括预警系统，让居民、学校甲公部门早做准备，也搁伫厝顶使用白色甲反光的抹料，甚至铺搁较俗的大草，让室内会当降温。不过大部分印度城市欠缺准备，联邦政府当甲地方来合作制定类似的计划。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WHA 会议来到第3天，包含着诺鲁、帛琉等9个友邦，拢发言挺台湾，强调台湾是会当甲全世界斗相共的。另外，日本积极也呼吁不应该排除台湾。到目前已经有21个国家咧，伫咧 WHA 会议顶台表态支持台湾参与。另外，受人议论的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4个在高票当选，会当继续来连任5年。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has been helping. Please let Taiwan help. 大社化台湾会当斗3天，咱个友邦圣克里斯多夫甲宁维斯伫 WHA 第3天发言挺台湾，强调台湾对全球公会的贡献，包括海地、新文心、帛琉等9个友邦连续发言，呼吁世卫组织无应该排除台湾。It is now more justified than ever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recognized as a full participating member of the WHA. 那咱个友邦日本、捷克这2个理念瓦近的国家，也对台湾无法度参加 WHA 感觉不满，强烈支持台湾。Such as Taiwan, we should not make any geographical vacuums created by leaving specific regions behind.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ll of us
have to be on boar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Czech Republic fully supports Taiwan to be granted observer status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高理事已经有21国伫 WHA 发言平台，外交部表示，理念瓦近的国家伫会中声援台湾的力度甲声量比以前较大，对此表达感谢，也再度呼吁 WHO 秉持专业加中立，尽速接纳台湾。另外，世卫秘书长谭德赛理事也确定连任，中国将管世卫组1年。This pandemic has been very unprecedented, and many lessons that we should learn. 谭德赛是即摆秘书长唯一的候选人，虽然高票当选，也毋过煞无得到家己国家伊索比亚支持。外界对伊的领导能力也感觉积极，尤其伫即摆新冠疫情处理上表现无好，出现批评的声音。2020年，谭德赛佫较捌激动的指控台湾对伊进行人身攻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美国总统拜登讲到，中国若准入侵台湾，会派军队保护台湾，以一寡过激来引起正人讨论。美国除了搁再强调美国的这一中政策，也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拢无改变以外呢，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也呼吁美国政府要爱卖军事武器给台湾，通好来对抗中国的入侵。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日时结束，美国、日本、印度甲澳洲4国的领导人共同发声明，表示坚心反对改变现状，互紧张的局势威胁变严重，起诉或者是和平的行动，而且会摒视来打造自由、开放、包容甲有春秋的印太地区。虽然无正面卡讲到中国这2字，不过去用看作是咧甲中国警告。而是用很迂回的方法，包括就是海洋的治理，其实暗指中共的渔船就是在滥捕资源，还有中共的海上民兵的威胁，所以跨的就是会强化这一方面的合作。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访问亚洲的期间，讲美国会以军事介入来保卫台湾，引起真大的风波。拜登甲白宫拢赶紧发声明讲，美国一中政策也有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国务院嘛，佫一再强调立场，爱台湾人民放心。The Taiwanese should feel reassured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and to fully satisfy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s. 面对中国军事威胁一直压悬，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康诺表示，建议政府卖予台湾需要的武器，来抵抗中国入侵，都亲像帮助乌克兰人自我防卫共款，嘛会当干吓惊的作用。That, in my view, is a serious deterrent. Number one, send a message to Xi by beating Putin in Ukraine. Number two, by selling to the Taiwanese the weapons they need to defend themselves if, in fact, they're attacked. 台海议题最近引起真侪讨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会伫华盛顿大厦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演说，敢会讲到台湾嘛引起大家的关注。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指出，布林肯会强调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延续川普时代做法，确保强化甲亚洲友谊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今通过3个县市首长的选举提名案，台北市由蒋万安，基隆市由谢国良，也搁这个南投县的是由柯淑华来参选。蒋万安表示感谢国民党对伊的信任。另外，想要选台北市长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当时会投入选战的。黄珊珊表示讲，甲市民的健康顾好势，就是上界大准备。蒋万安够帅，万安够帅。台北市长万安、基隆市谢国良、南投县柯淑华，国民党中常会25通过这3个县市长选举提名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希望加同市的张善政，也加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国民党会当串联摕到双北、基隆甲桃园。当然，我也必须要替万安讲2句话，他压力也会比较重。充满期待就有压力，但是经得起考验，最后胜利成功。知影蒋万安会得到提名，袂少南洋支持者中昼就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听候。顶调提名案通过了后，蒋万安特别行到外口表达感谢，支持者也把握机会小钱甲翕相。非常感谢各位先进，大家对于我这样年轻的世代的信任以及期许。接下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一定让台北市蓝天再现，好不好？好。
也有意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针对国民党正式提名蒋万安了后，媒体原来关心黄珊珊什么时阵时节正式投入选举。黄珊珊讲，甲防疫做好都是上好的准备。把市民照顾好就是最好的准备，然后在工作上面拿出成绩来，就可以赢得人民的信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前一天，黄珊珊陪同总统蔡英文到台北营总慰问医护人员，也引起外界质疑，是不是有立白合对抗拿赢的可能性？黄珊珊表示，这届是代表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台北市民接待总统，除了向总统反映基层防疫的现况，也为医护人员鼓励，强调防疫不分党派，只要对人民好，任何人都会当合作。但是民进党未来安怎提名，目前民进党中央规划听候疫情稳定了后，再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在去年，有被属实业者推出一个活动，讲你的命内面若总有3文鱼来食，这个属实就当食免钱，剩331个人去改名。台北立委拢认为讲，这民众为着食免钱煞去改名，实在浪费行政资源，所以提案要修法，按算规定讲，这改名改了后，伫短时间内袂当搁再改。便若是人名内底有鸡仔鱼，安尼就会当规道食免钱。素食业的业者伫个即个旧年杀出含鸡仔鱼共名，就会当免费来食的活动。伫个短2天内，就吸引331个人来响应即个改名，引起鸡仔鱼之乱，还佫上国际媒体。台湾改名遮尔轻巧着，逐年拢差不多有10万人要改名，每一个人有3遍改名的机会。条委的立委因认为讲，民众利用改名的方便性来谋取这款短期的利益，时刷就又甲这个名改倒转去，安尼是浪费行政资源。提案讲，就要修法提悬改名的限制。那么本席所提的这个修正条例呢，是希望能够在申请通过改名之后呢，在6个月之内不得再次的变更。我们一开始就不问理由可以改3次，这个我们硬挡，可能对同仁来讲也有一些难度了。不过委员今天提出的一个案子，有一个适度的一个相当的一个，就是说改完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改回来，还是就怎么样？我们也觉得说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空间啊。国民党立委郑丽文提案讲，伫个半年内，若是讲改名就袂当搁改。民进党的立委罗致政伊是讲，提案3年内袂当搁改名。针对这个立委争议正式改名的期限，内政部处长华敬群伊表示讲，尊重立法院讨论的结果。不过，嘛有立委提案讲，改名就要伫个7天才会当来发挥效力。不过，华敬群伊回应讲，袂当有让空期。立刻换身份证，换户口名簿，然后立刻生效。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这样。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模式，就是希望不要有这个空窗期。立委记咧，日本改名是做甲真点点，认为讲国内户政事务所是毋是会当来把关，是毋是有这个审查的机制？对这件代志，内政部回应讲，第一线的同仁因就这个号名处字会甲先做苦劝，不过嘛无法度硬性甲主动，呼吁民众要改名进程，都要做较谨慎咧。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金山区公所的网络小编陈家伟过劳死，家属提起国赔。新北市政府的委员审议了后，决议是要继续赔偿。也因为今仔日是陈家伟在生进前的生日，家属特别去到基隆地方法院提起国赔官司，要求着要赔偿836万。陈先是专工为金山去基隆地方法院提起国赔诉讼，伊的心情是足沉重的，因为25是因后生做基。因后生陈家辉之前伫金山区公所做编辑，去年若像是过劳形象死亡，劳动部调查认为是明显过劳。今年初家属向区公所提交国赔申请书，要求赔偿差不多836万。不过，专案经过新北的国赔事件处理委员会审议了后，因为并不是主管强迫伊爱加班，决议拒绝赔偿。家属不服，搁提起诉讼。教会今仔若卖往生的话，今仔阮愿做规家伙人足快乐的。对，阮永远教会卖死。这钱我也不爱抵正经的。新北市政府金山区公所好好表示出他们的诚意，到底要不要为家伟的死负责？这边要请金山区公所及新北市政府好好的考虑。这场官司家属同款是要求赔偿差不多836万。委任律师呼吁新北市府甲金山区公所都要积极来处理，提出诚意，让这件代志会当圆满结束。新北市政府因为国赔会已经开过，那相关的一个行政程序在到目前已经结束了。家属这边他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
之后就是尊重司法的判决啦。针对这点，新北市法制局强调讲，因为各部会已经作出决议，拒绝赔偿，即马专案进入司法的程序，一切尊重最后判决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去年的出生率只有6.55%，是有史以来上介低。其中苗栗更加是各县市当中连续3年掉车尾。当地富山区医生也认为，这家生囝、药囝津贴上过低等等的经济因素是有牵连的。少子化时代来临，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2021年新生儿比前一年减少1.2万人，初步估计出生率是6.55%，毋若创历史新低，搁较是全球上低。其中苗栗县为2019年起出生率连续3年拢伫各县市中调车尾，民众感觉真意外，但搁也承认生活压力大。不可能吧？苗栗是乡下对啊。那你觉得乡下应该要生育率比较高？对啊，当然了，比较闲啊。物价水平跟一些教育的费用都还蛮高的。富山科医师分析，我4年苗栗县内的接生数据，发现北边的竹南豆粉受到租级效应影响，真侪人失去生育补助条件更较悬的生殖生产，估计是经济问题造成人口流失。年轻的青壮人口可能会到外县市去，所以根据这几年来，我们苗栗人口一直老化，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少。苗栗县府表示，目前财政由原受中央控管，2020年生育津贴一胎6600，全国上低，是造成出生率低的原因。今年已经调悬到1万，希望会当推出生育率。去年从6600就调成8800，那今年就再调成1万块。人口已经是台湾国安全罪问题，教育部顶日宣布，2岁到还未满5岁的育儿津贴，今年8月开始调悬，每个月5000，为中央到地方拢也钱。不过生育意愿牵涉到整体物价薪水水平，预计各较市井，富山区当面临找不到医师的困境，解决生育问题恐惊无遐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因为无焚化炉，伫草屯有8万吨的粪扫要处理，为着要配合边仔人工学的工程，这粪扫场当咧宽粪扫，还佫买特殊的机器，会当甲粪扫分类包起来。怪手当咧甲粪扫挖起来，配合边仔人工学的工程，草屯镇当咧拼粪扫场。不过因为因家己无处理场通烧，拢得爱送去外县市。为着减少粪扫的量，因特别用上新型的机器来分类包粪扫，毋望甲粪扫的量减搁较少。现成的垃圾，每天的垃圾都几乎可以马上处理掉哈。我们的这个资源回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哈，我们有6成半以上的资源回收哈。所以说，我们绝对有信心可以做到最好。这项作业会使把粪扫分做要送去烧的部分，和会当回收佮利用的部分。亲像台湾人真惯习使用塑胶落底物件，塑胶的粪扫特别多。环保局也按算把塑胶处理好势了后，摕来做燃料。那塑料袋的部分，因为它热值高，很适合做燃料，所以我们把塑胶袋另外打包分选出来。就可以作为未来我们绿能中心的燃料，1颗的燃脂比煤炭还高。环保局表示，草屯的粪扫场累计至少有8万公吨的粪扫，有新型的机器来到3工，按算伫明年的年底进前，就会当全部清掉。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正出名的观光景点青草湖，淹过水面拢是水湖啊。经过2年外的清理，已经整理好势咯。清华大学的运动科学系也有和民间团体合作，要伫遮规划运动加观光的活动，希望会当提升民众认捌到生态特色，也会当提升观光的经济效益。有即马上时行的骑力各船 SUP， 毛大粒囡仔拢介意的天鹅船。新竹市出名的景点青草湖，经过2冬外的整理，原底拖甲满满是的布地林，即马已经消失啦。原本丰富的生态甲休闲环境，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头前。青草湖呢，算是我们的清大，离我们的清大的这个距离非常近，大概10分钟不到。那我们觉得呢，基本上呢，能够透过清大的老师跟学生的一些能量做一些我们叫做社会实践的工作，是在地实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像我们谈到的是一个产学合作。除了推广水上活动，未来也希望介意运动的学生有当发挥，透过结合在地人文历史加自然生态，推广在地观光。在经济系学到行销这些东西跟运动这个
东西结合在一起之后，就让我就是在这边就是真的可以实际要做到这些东西，去累积我的经验。这样规划了相关的课程，能够为这个青草湖规划更深度、更精致的旅游活动。市府开1.6亿经费整理青草湖，这站环境已经比过去改善真侪。即马进一步希望透过学校甲民间的力量，向大家推广青草湖，同时把做伙培育运动人才。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南的官田国小因为边仔就是嘉南大圳，就伫咧推动这水圳的文化，有出版2本写在地边仔的这个地图册，透过文字，互学生囡仔了解到家乡的历史。位在台南的官田国小边仔就是嘉南大圳，是日本时代重要水利设施。学校长期注重水圳的文化教育，为着要互学生了解家己的故乡，特别安排学生实际记录在地水边仔，望对水圳内底找出乡里古早发展故事，把这资料编辑出册。经过1年的规划，总算伫今年出版。官田国小最主要推出这2本书，一本是翻翻书，一本是地图书，都是在介绍所谓的皮塘篇。那这2本书是由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先到户外做一些实地的一些观察、记录、访谈之后，回来汇整而成。风化皮塘这本册主要分乌空册甲地图册2种，拢是透过游戏甲图文互动的方式，帮助学生用轻松的角度了解大自然，加做环境教育上好的读本。我们都知道绘本现在坊间有很多种。那我常看见的、发现到就是这种翻翻书，可以透过一种跟小朋友的一种互动，它是可以把题目跟答案做在正反面，让孩子能够立即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学会了没。这绘本唔但是学生的生活结晶，而且内容精彩，插图嘛画甲真有路。校方表示，帮助学生行出教室，用脚踏、用手写、开嘴问，深入来了解家乡，嘛为水圳文化做出贡献。记者综合报道。西班牙的马略卡岛外海顶礼拜五有一只大海鸥，去互一种叫放铃仔的鱼网仔甜掉咧，拢无法度逃脱。加在有专家去通报救援中心，有4名唱水员开45分钟，把这网仔挂断。这只海鸥好亲像是有灵性同款，唔但配合救援，阁背书感谢唱水人员的救命之恩。伫海里，这只海鸥当面临生死关头，4个唱水人员举刀挖过，想要甲斗3工。因为伊几分输去互一领违法使用的铃仔甜掉咧。这个海蟹伫西班牙马略卡岛东边，离海边差不多5公里远。有船仔经过发现了后，赶紧通报当地救援中心。因随出动船仔挖过，一个海洋生物学家观察，这只12公尺长的海鸥，想尽办法想要甲甜掉咧网仔滤掉，不过煞拢是白了工。Casi no tiene puerta, ¿vale? Tiene una red que es súper larga y mira popa, mira abajo. Se pasa por la dorsal. 原本想要伫个船仔顶直接甲网仔挂互破，不过煞无成功。4个救援的人员随闯落海底，发现这只海鸥连喙都拢去互网仔甜掉咧。打开始海鸥看到人还阁淡薄仔紧张，不过过一时啊，伊敢若知影讲，这个人是要来甲伊斗3工的。I don't know, call me crazy, but I think she knew we were there to help her, and she just relaxed, and we started working from like the front of her mouth backwards. 这救援的人员用45分钟，才总算把网仔规个拢拔起来。伫挂网仔的过程当中，嘛感受到这只海鸥有哪咧配合，想要赶紧把网仔透开。生物学家吉吉托拉斯讲，这只海鸥重新得到自由了后，还阁有休伫遐一时啊。伊感觉讲这是海鸥伫甲伊说多谢，了后伊才收走。迄天拄好嘛是这个生物学家的生日，对伊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2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7度，
也过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